此愿意而生。大家平安。咱做伙起，咱来敬拜咱的主，咱上帝用祈祷来到主面前吼。咱用这诗歌主所想事的喜乐，成做我的归来吼。手接下来。主所想事的喜乐，成做我归来。主所想事的喜乐，成做我归来。主所想事的喜乐，成做我归来。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归来。第10个来。主所想事的喜乐，成做我归来。主所想事的喜乐，成做我归来。主所想事的喜乐，成做我归来。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归来。咱第1节然后甲背起来。第2节。主想使我醉，我就无搁再吹打；伊想使我醉，我就无搁再吹打；伊想使我醉，我就无搁再吹打。主的喜乐就是我的。换水搁一遍来。伊想使我醉，我就无搁再吹打；伊想使我醉，我就再吹打，你想使我醉，我就无搁再吹打。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归来。第3节来，主因你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因你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因你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归来。主因你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因你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因你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归来，主的喜乐，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归来。搁一遍来，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归来。咱拍拍掌，应邀配合咱主。咱要做伙来献上咱的感谢，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耶和华，愿你对你的几力升悬，安尼阮要吟诗学乐你的大权能，我要保佑你的名伫我的兄弟，我要学乐你伫会中。救阮的上帝啊，求你因为你的名的荣光帮助阮。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救阮，赦免阮的罪。咱要开声来感谢、祈祷，也献上咱的恳求，求主来怜悯赦免咱过去后得罪上帝，甲人的中间有过误的，求主来怜悯，继续恳求上帝来引带咱昨是旧人嘛旧人啦毋茫今仔是实人安尼咱的即个本土的病例已经过外过无咱求上帝继续保守看顾，也保守咱伫其他国家的子弟拢会通有主的同在。咱开声来感谢来祈祷。现在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要用信心宣告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你是阮一切幸福的源头。感谢你过去伫阮惊吓不安的时，伸出你的圣手来保护看顾，特别你疼痛台湾，保守台湾，伫即波疫情中间，
因为进前有17年前撒水经验，所以互阮凡事豆豆来叫疼上帝得到利益，互阮有进前的这经验，也互阮会通警醒阮所面对的苦难。愿主你来祝福，继续引带阮头前的道路，互阮有主你的保守看顾，也通成做侪人的祝福的管道。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市来恳求祈祷，做伙用上帝话来宣告讲：捌你的名的人，要我靠你，因为耶和华你为我起杀杀你的人。着学老徛去圣安的耶和华，将伊所行的保养伫正百姓的中间。咱开声为着咱的国家城市，特别咱过来新的内阁有小可调整吼，希望咱甲对方的关系即摆疫情。虽然安尼嘛是一直咧甲咱主动恐吓吼。明仔载开始要开这个 WHA 的国际卫生的会议吼。我想咱检测受邀请是机会真少，不过咱透过即边的疫情，咱的台湾的名声到伫全世界吼，也有看见真侪国家的挺难吼。总是咱会通用咱好的经验来分享互即个国际，所以互咱新的政府，还佫有就是咱未来咱国家特别有台湾的百姓伊愿知影讲敬畏上帝无论大小，上帝要祝福咱为着台湾来守望来祈祷，为一块土地百姓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天父上帝，愿你的圣名伫联邦列国拢受高举得荣耀，互众百姓，特别互这个国家执政掌权的知影，官兵对你来，所有的资源拢是伫主你的手头。愿主你互阮的百姓知影通敬畏你，因为敬畏你的人要食罗乐所得到的，敬畏你的人。一切福分拢是对上帝你所赏赐。愿主保守看顾阮，伫新的总统、副总统团队以及新的内阁要开始运作的时，求你保守看顾，用台湾的利益做优先，看见百姓的需要，看见即块土地需要。恳求你来捆绑伫台湾空中黑暗的关系，特别对方的威胁、恐吓。主，阮无要倚靠车，倚靠马，倚靠人，阮要倚靠万本的耶和华上帝，才会通面对阮所面对的挑战。愿主来说，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为着咱的心灵的需要来祈祷，咱做用主的话做来宣告。我搁甲你讲，求就互你，找就拄着，拍门就甲你开。因为见求的得着，找的拄着，拍门的甲伊开。咱为着心灵的需要最近为关了较久心拢会惊咱嘛有看伊讲关了久咧家暴的比例嘛会增加呢。法国就顶回我讲到讲增加偌济，36%咧有的人因为安尼叫安拍死所以咱看伊真侪真正的祈祷婚姻感情、产业事业、工作。拄我有问咱的
一个执事哦，这波疫情有影响无？伊讲感谢主，伊做的物件，因为外国无法度入来，所以外国货无法度入来吼。台湾厂商拢订伊的，所以订单会加较济安尼吼。我讲感谢主，不过有当时嘛会影响到咱无共款的工作吼，所以咱求上帝来保守看顾，互咱伫即波疫情中间，咱的工作事业无受影响求主来帮赞。今仔日甲昨吼，咱有即个高中生的会考即马当咧考试，若为着即个青年吼，因伫考试中间。求上帝互伊有智慧，因为敬畏上帝是啥物？智慧的根本啦，根本来恳求上帝帮赞，也互咱人甲人的中间，特别伫即波疫情中间亲子的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姊妹的关系，永远会当保持迄个和睦咱中间有需要需要带到伫咱身躯或者病痛的，特别咱也为着伫即礼拜六。这礼拜六，或者拿英华兄弟，就是当今年姊妹的大汉囝57年厝的尔王主文调，伫这礼拜六要告别礼拜，咱也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伊的新妇孙拢无信第一场拄好来咱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你的参与嘛会通互。因遮无道的，也是讲毋捌来到教会，因的心会通感受上帝透过你，展现出上帝听电的中间，咱若需要你徛起来咱开声来祈祷。主耶稣，你来就是要超找失丧的人，你要拯救伫苦难中间的人。因为主，你看见遐困苦四散，亲像羊无牧者的，你的心就怜悯。主，你也竞选教会，透过教会要成做兄弟姊妹祝福，成做这个社区城市的祝福，互阮有相款主耶稣你的眼光。看见人的需要，伫人的心灵，人伫婚姻感情、事业，人伫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拢需要靠主的帮赞，也透过人彼此的带导、分享、关怀，互人会通来到主的面前，得到稳定，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听阮伫主的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咱最后为着今仔日的主日来小共祈祷，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愿你乐笑念你的罗卜的祈祷恳求，来听你的罗卜今仔日所祈祷伫你面前的求祈祷。愿你入迷看顾这个殿。就是你所讲起我的名要伫遐的所在，来听你的罗卜所要用这所在祈祷的祈祷。咱为着做的服侍牧者团队、中级团队，上帝说，每一位兄弟姊妹，你参与无论是啥物款的事工，上帝拢甲你送到同在，享受你有够野的快乐。为着咱个人甲上帝有好的灵命，今仔日你毋知有在家会主无若是无，咱的我的教会 APP 内底拢有用祈祷甲读圣经来甲上帝有好的连结。今仔日是玉山新人医奉献主日，司徒大达牧师代表新人医伫遮来请安。这回是因为
要来迄位牧师带院无法度来吼，所以临时拜时间通知吼，今仔日这苏大达牧师以神救援啦吼，伫遮来伫遮要代替玉山前院来请安，咱也为着玉神伊书生的需要、经费的需要、神学教育的需要来祈祷，咱伫12点半嘛有亲子这对游戏的中间、活动的中间来带这个细汉囝，我有看见这细汉囡仔因的成长改变吼，伫遐有进步所以咱也为着这个年轻的夫妇，因安怎要教导这个细囝，咱来祝福因吼。为着第5区的小组区长文吉长老，有小组长永成长老甲文成长老永成执事文成长老咱为着因伫遮来祝福咧因带小组的时阵，互因有对上帝来快乐。咱作为起立，咱伫遮来祈祷。现在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的恩典，所以互阮会通，无论是伫遮实体的组织敬拜，还是伫线上的敬拜，主你的恩典拢甲阮三甲同在，互阮时时保持甲你的连结，互阮的生命通活出耶稣基督的影响力，互阮透过小组的牧友布道栽培。互阮生命不断的培加，互阮会通伫遮代表耶稣进入到伫社区，成做基督耶稣的大使，也互阮会通伫敬拜中间甲你相拄，领受你丰富的恩典。阮也要同心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伊对你亲像伫你迄。阮的日式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个，伊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所以，就对耶稣常常用恶乐做祭献予上帝，这就是神灵主名的嘴唇所结的果子。咱要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因为伊是达到咱敬拜，前来敬拜，咱带着一个敬拜心，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咱用欢喜的心，咱做伙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谢。有主伫咧咱的心内，咱无伫惊，也无伫惊行，因为主常常甲咱讲，毋免惊，耶稣伫遮。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的搁较雄伟，总是会变迁。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路里有平安。受伤的路顶，伊无暗示；迷惘的电话，伊无拍碎。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会再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会再起。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的搁较雄伟，总是会变迁。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顶，伊无暗示；迷惘的电话，伊无拍碎。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
罪人的路。无济武万的人会为即号人有福气，咱是跟对耶稣的人，咱是有福气的人。阿妹吗？阿妹，主啊，我要跟对你。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不忘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口的心，予我不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主，阮来到你的面前，诚心敬拜阿罗，因为阮知，阮无法度家己做做的主。主耶稣，阮邀请你做阮的牧者，引带阮头前人生的道路，无论是伫顺境，也是伫逆境，主伸出你的圣手来引带阮。行伫主你所赏赐为阮备办稳定的道路，无论是伫关山，也是伫迄个溪坎山谷，你的腿、你的拐拢无离开阮，拢继续安慰、扶持阮。伫阮看袂到的对得的面前，你也要为着阮摆设恩赦，是一个平安的恩赦。是一个有毋茫的恩赦，愿主互阮伫敬拜中间，看见你的宝座来施恩赐福伫阮的中间，互阮大声恳求，你就充满。阮用信心的祈祷，你就为阮拍开心内通，看见你所要赏赐阮的美梦。阮的敬拜，愿主你来感纳，也伫会中。来掌权做王，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是咱的吟圣诗146首，救主出声叫我，圣诗146首，救主出声叫我，请起立吟全首。救主。
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顶的阿爸爸上帝，你是美善恩典的主，是阮生命源头的主。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嘛感谢你，互阮有一个健康的家庭、勇壮的身体、喜乐的灵，时时会当用心灵来敬拜称群你。阮感谢你。当阮领受你所赏赐的年日，阮的心就欢喜，阮的喙就开声吟诗，上赞主恩。嘛顺从圣神的带领来祈祷，祈求天父的启示甲着教导，并且阿爸爸上帝来倾诉阮的心思意念，好将阮心中一切荣耀献上归互主，也将这无好的眼目情欲、肉体情欲、今生的骄傲等等的得罪你的罪，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来怜悯开恩，互阮有受教领受你赦罪的救恩。主，阮虔诚献上阮的祈求。主啊，今年到今5个月的日子，拢伫新冠肺炎的疫情中，过着惊吓甲着不安的生活，嘛借着疫情的快速的蔓延，甲着死亡人数的加添，互阮搁再一次重新来思考人的骄傲、自高、无掠主为天地的创造者，必须得罪你，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原则。必须互即几年常常发生病毒大规模攻击人类，甲着精神等等，这个阮确信毋是主你所应允发生的。总是无论境遇充满挑战，也是经济，阮看见主你却永远无越面离开阮，由阮伫即个世代来掌权，赢过黑暗的权势，嘛将望、信心放伫阮的心中，用你温慈的圣手抓着阮所徛的国家甲着地土。互阮所受病毒的攻击降甲最低，阮来感谢你。咱伫疫情的过程中，虽然有敬拜方式的改变，生活的无方便，但主啊，阮确信这拢是你对阮上好的计划，也是疼阮、保护阮，为新世代传福音所预备的。愿阮凭着信心对主的脚步来向前，领受你的祝福，甲着平安。阮要为着即个国家，伫20号就要来进入一个新的任期。期待连任的政权会当为着社会注入着新的希望、好的政策，因为百姓对疫情所冲击的经济有真大的期待，甲着望。愿上帝你怜悯施恩，赏赐智慧，互国家的领导者秉持因对国家人民的宣誓，互因所带的执政团队更加充满谦卑顺服，有智慧的治理国家，互阮徛起的国家祥和喜乐。百姓愿意诚心诚意丰富对立国家的体制，同心合意，安尼阮确信主也要赐福施恩伫即个国家顶悬。今仔是玉山新人院的纪念主日，一个关心伫原住民中部培育的教育的学校学院，由主你来赐福带领，无论因伫招生、教育、学校的师资的阵容、设备的软硬体，拢丰盛有存。互新学院充满圣神的光照。今仔日学院派司督来大拿牧师来报告请安，也请兄弟同心关怀，为着因来祈祷加重奉献。上次阮要为第5区的区长、柯文杰长老，加着组长张永成、柯文成，加着郑兄弟，求主你来保守，凡事拢有合神心意的灵修生活，心心灵拢满有神的保守，加着赐福。互团契生活带来活泼的祝福、丰盛的恩典。阮安尼虔诚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这是咱同心来启用。启用文第33篇是对诗篇139篇来。启用文33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还未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伊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
你的财物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袂当逃避你。行到倒位，我才会当逃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这边，也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只手嘛会扶持我，我若由黑暗甲我牵起来，叫暗暝把我压榨。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啥。暗时像是一时遐尼光，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同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得，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若要算会了，嘛袂当透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行歹行为。予我行永远的道路。这时咱要请青年牧区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神的囡仔。
这是咱来共读圣经，今仔日经文有2位吼。咱首先先来看，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4章18节到第22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18节到22节。咱和合本的页面是伫18啊，其他的版本咱家己来看吼。咱显着三角来读吼。耶稣行伫加利利的海边，看见2个兄弟仔，就是西门叫做彼得，甲伊的兄弟安德烈，趴网伫海里，因为是讨鱼人。伊就甲因讲，来对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鱼的。因连边离开网来对伊，对遮进前，佫看见2个兄弟仔。就是西比泰的囝雅各，甲伊的兄弟约翰，甲因的老爸西比泰伫船里伫捕网。耶稣招因，因连边离开船，拜别因的老爸来对伊。咱搁来看另外一位的圣经记载伫14章，伊原是伫马太福音的14章第22节到第33节。马太福音14章22节，伊随时逼学生上船，大声过去迄边，听候伊的四线证人。四线证人了后，就家己上山祈祷。已经暗，只有伊家己伫遐。迄时船伫海中，雨影摇绝，因为是对头风，暝是4更。耶稣对海面行，就近因。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就生惊，讲是怪物。因为惊就嗷叫，耶稣连边甲因讲话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彼得应伊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伊讲：来。彼得就对船里落去，行水面要就近耶稣，总是看见风就惊，伫要沉落去就嗷叫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小信的人，请事摇伊。因上船，风就定。船里的人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以上，这时咱要请玉山新人伊司徒达达牧师来讲道。司徒达达牧师是咱总会原住民的干事，也是伫新人伊内底伫咧授课。咱即时要请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耶稣对咱有信心，是耶稣对咱有信心。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我捌伫2冬以前有来过咱的中间。即摆是为着玉山新人伊的奉献主日，搁一摆来遮，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互咱会当伫今仔日经文中间会当学习，甲彼此鼓励，互咱的信仰的生命会当得到福气，嘛得到顺遂，互咱的生活会当得到耶和华上帝对天来的满满的福气。我的主题伫遮是使耶稣对咱有信心。其实我的重点伫彼得伊的身躯，互咱会当对彼得身躯顶会当学习，因对耶稣的信心，伊的信仰的态度，伊的生命的价值观，互咱会当伫遮来学习，来彼此勉励。咱拢知影，即段圣经咱拢熟悉，嘛可能你嘛对足侪牧师讲过即段圣经，毋过即马我要对彼得伊的成就来甲大家分享。耶稣对咱有信心，因为耶稣对彼得有信心。咱拢知影彼得是啥物款的人。对圣经来讲，伊是一个讨鱼仔的人。
伊是一个无啥物学历的人，伊伫当时犹太人的社会中间，嘛毋是啥物足有地位、足有名声的人。伊是一个伫加利利海边的一个讨鱼仔的人，伫渔船中大的人。为什么耶稣会调伊做伊的学生？为什么彼得有即款的福气，会当真侪耶稣上帝国福音的一个工人？这是我今仔日的重点。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甲彼得共款，无啥物背景，无啥物较悬的学历，嘛毋是啥物好野的子孙，嘛毋是啥物做官的人的囡仔。毋过我相信，因为耶稣伫咱的中间，伫咱的头前，咱甲彼得共款，愿意对船的顶面落海，甲主共款行伫水面。行伫水面是一个啥物？是一个苦难，是一个责任，是一个使命。这使命就是耶稣基督爱伊要去起造的生命，传耶和华上帝，传上帝国的福音。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所以咱拢有即款的责任，即款的使命，甲耶稣基督做伙来传即款的福音。福音是啥物？福音是一个，互别人医治。福音是啥物？爱互别人仰望。福音是啥物？福音是知影别人的需要。福音是互别人得到一个今生的生命。咱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兄弟，拢甲彼得共款，无啥物通夸口的身份、地位，也是家己的财产，拢是甲彼得共款。伫伊的生命内底，拢是空空的，因为耶稣，咱拢愿意甲彼得共款落海，甲耶稣基督行即桩苦难的路。所以伫遮，我相信，咱久长以来，咱起造的团契，咱起造的教会，咱为着社区的服侍，拢是甲彼得共款，甲耶稣基督行即桩苦难的路，即桩有使命的路，行即桩福音使者的路。各位兄弟，咱知影犹太人的宗教教育，伊是1岁到5岁的时阵，拢是伫伊的爸母的中间引带伊去读摩西5经。伊是对细汉1岁到5岁的时阵，伫家庭中间受到即款的宗教的教育。咱若是安尼想，家庭教育，可能你想想看觅，可能生伫较聪明的爸母的囡仔，可能伊的能力较好。伊可能
十条戒，甚至所有犹太人的传统的迄个典章律例，哦，听讲是有613条，这是旧约学者讲的，我嘛无实际去算啦。听讲是有613条，即款的犹太人的规矩，搁较巧囡仔5岁伊就会当，互这613条的即款的犹太人的律法会当记条条的。即款的囡仔，若是伫因的社会中间，会受到足大的尊重。伊伫遐嘛受到足大的荣光。伊的父母嘛伫犹太人的社会中间，嘛足有民主。亲像咱的囡仔共款，若是考着台大，哦，毋知父母吼，伊的面是笑眯眯的，即款的，足有民主，足骄傲，有即款的囝儿。你遐这犹太人的宗教教育，若是对6岁到12岁开始，伊就要送去一个拉比顶面去受教育。拉比伊要敬什么款的囡仔比做是个学生？因为拉比甲学生的关系，亲像师傅甲徒弟仔的关系共款。当然，伊拢会敬迄个搁巧的囡仔，因为遐这，亲像较早咱台湾的教育共款，爱考试，考掉就会当读大学。若袂晓读册，含班读册，囡仔要安怎？拢是去放牛、种田、做苦工，敢是安尼？举即个我家己的例来讲，我是足含班讲话的囡仔，我5岁还袂晓讲话，我会找的人拢感觉这囡仔毋是读册的囡仔，所以对细汉我就对我的阿公，对我的爸爸妈妈种田、拍蜡、饲牛。我的哥哥、我的弟弟拢读册，敢若我袂当读册，因为我袂含班讲话。毋过，你遐这犹太人的拉比，伊要禁搁巧的囡仔做学生。毋过，咱台湾的教育嘛是禁迄个足够考试的人去读大学。毋过耶稣是咱的拉比，伊安尼禁咱咯。伊会感受到，你生伫较送食的家庭，我都无甲你应选做我的学生，有安尼无？耶稣毋是安尼敬你的学生，耶稣犹原敬亲像彼得共款，无啥物背景，无啥物学历，因为伊对彼得有信心。耶稣对彼得有信心，共款，耶稣对咱所有人嘛有信心。咱若是愿意要对耶稣来承接伊的工作，传福音的使命，耶稣的确是咱足厉害、足高的老师。嘛，足够的师傅看待咱，亲像是伊的囝，亲像伊真好的学生共款。
所以，亲像我迄个共款，袂晓韩文讲话我，到今我是所有家族内底读册足久的人。我毋止读了小学、国中、高中，甲读大学，搁读药神4档，搁读男神3档，搁转去外国，搁去进修半档。我算是我的家族内底，算是读册上久的人。我嘛是所有我的家族内底，用我含慢的喙唇来生活的人，来食做我的头路。我嘛伫学校内底教母语，我嘛捌伫学校内底教课，我嘛捌伫总会、中会内底服侍，伫教会内底诚侪牧师伫讲台内底来传播耶和华的听。这是啥物？这是咱的耶稣对咱有信心。咱若是愿意，我相信耶稣对咱有信心，对咱的教会有信心，对咱的家庭有信心，对咱的生活有信心，互咱诚侪以福音的出口，以听的工区甲路步。你会晓这？我是伫一个无人知影的一个学院内底受教育的人。即间学校就是玉山神学院，伊嘛是拄好，伊嘛是伫水池边，有一个泥潭伫遮，水池甲一个沙的沙坡顶面，细间的一个学院，我伫遐受种。我无啥物款的资源，我会当伫遐读4档，我嘛会当伫南城读3档。这是啥物原因？这是咱所有的正会友对学校有信心，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亲像耶稣对咱有信心共款。互咱的关心，互咱的代祷，互咱的奉献，拢会当成就伊足大的福音的事工。互我会当甲头前的所有的信仰的先辈共款，会当伫教会内底服侍，会当伫我家己的族群内底服侍，嘛会当伫所有我族群的中会服侍，甲会当伫台湾基督教教会总会内底服侍。到达，我真正会当安尼讲，咱所有诚侪基督徒的人，诚侪耶稣基督这足够的师傅的核心的人，拢是甲彼得共款，愿意对船顶落海行海面，按耶稣基督去行。毋过，咱知影，咱有即款的欠缺，咱的欠缺是啥物？咱会当经历亲像彼得共款，有耶稣基督拯救的手，亲手互伊牵着，互伊会当顺序伫伊服侍顶面，会当去完成伊的生命中间，耶稣基督甲伊教示的，甲伊引带的即款的服侍。咱的教会无论是伫
即款足惊吓的病毒，武汉肺炎即款的情形，我相信，毋是干那 WHO 会当，嘛毋是干那咱所讲的台湾 can help， 台湾会使。我相信，咱所有人拢会使，拢会使诚侪这武汉肺炎即款的惊吓中间，互人有医治预防甲更新的事。因为现在，咱的中间，无论咱的生命是一个足歹、足歹运，足痛苦，也是足侪苦难。毋过，咱爱相信，耶稣基督，咱的老师，咱的师傅，伫咱的中间，伸伊的手，甲咱揽条条，互咱有即款的快乐，会当互咱的生命价值，会当诚侪福气，会当诚侪愿望，嘛会当诚侪伊圣工的内容。而且，我要诚恳甲大家搁一摆邀请诚侪玉山神学院神学教育的同伴，会当互耶稣基督对咱有信心。这时，我要邀请郑会友、郑兄弟起立来吟回应诗，唱两摆了后，搁唱一摆副歌。你的话念我心，当我茫茫的时
坚持是我的你。主啊，我的魂归你，将我一生献乎你，求因我做你的义父，将你的条永存去。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知影，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捌迄个信者是参明。咱嘛知影，毋是你敬我，是我敬你。我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我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的名，无论对爸求啥物，一定互恁。这是你所对阮所讲的话，阮相信。你伫阮的头前，你伫阮的中间，阮甲彼得共款，愿意落海，行伫水面，往你行。互阮有信心，会当找着你拯救的手，互阮服侍的人得到阳光，得到盼望，得到生命。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遐济，即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亲爱的天父，我们伫遮感谢你，多谢你，阁赏赐阮一日的活命，会当来徛去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阮来献上感恩。嘛，多谢天父上帝，你互阮有即个名分，会当来叫你阿爸爸，互阮会当来传你的福音。多谢你赏赐遮个权柄，嘛赏赐阮一切每一日所需要的遮个，无论是用的、食的，阮拢从为你来献上感恩。即时，阮要将阮的时间、金钱，啊，佮阮的财物来献互你，成做你圣港的路用。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兄弟，即时咱请由牧师来报告。大家平安。报告大声，咱先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敬拜的兄弟。头一位是吴素卿姊妹，毋知伫倒位。伫后壁，请你徛起来，阮来欢迎。请坐。请坐。第二位是廖荣义荣义兄弟，毋知伫后壁咱家欢迎。晚上的祝福你，佫有无？佫有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敬拜的兄弟无？若无，咱来看佫一位啦，咱佫一遍来欢迎司徒达达牧师佫一遍伫咱中间。咱来看周报的消息。今仔日是为着玉山圣人伊的奉献主日由司徒达达牧师我拄好伫即祈祷会时阵有讲因为讲完拜时间通知讲伊带伊无法度来，所以临时换司徒达达牧师来救援安尼啦感谢伊。咱会原定6月初7的中集会要提前伫5月31来召开，请各单位伫5月29进前提出各单位的报告。团队部的医疗关怀组后礼拜开始，9:50到11点，伫文昌宫市立图书馆底下有医疗关怀咨询，欢迎除了这个同工以外，有兴趣的兄弟，嘛会通做伙伫遮来服侍。咱伫12点半到2点，嘛有搁一遍邀请洪桃梅老师洪桃梅啦讲毋对会变洪桃梅12点半到2点有透过这活动来提升亲子的关系这真趣味嘛真后伫遐带动我嘛有看这囡仔本来黏 TT 这嘛拢开始慢慢有这较独立安尼会通伫遮有因的成长所以鼓励咱中阮后这个孙仔也是讲囝儿这小学幼稚会通伫遮来参加这个活动。下一个，咱关怀据点感谢主，市政府来文讲对6月初1就会当开始啦我知影真侪遮个咱的长者关伫厝关甲拢强要生杀母感谢主会当对6月初9点到下晡4点请咱会通烧酒烧报平常时其实咱平常时无通伫遮有活动的时阵真侪遮长者拢嘛有透过咱的拜五嘛有迄个家事美食咱的听众遐伫遮安尼透过线上分享安怎煮食嘛有真侪遮的兄弟姊妹拢来到教会要耍啥？耍拉面咱会通伫遮来邀请其他遮社区的朋友来伫咱中间。咱来看具体消息。第2组的当今年姊妹伊的大汉囝那英华兄弟伫5月初9望子文调享年53岁。伫即个拜四要伫因兜伫英华街33巷4弄11号，伫暗时8点要来举行安慰礼拜。即礼拜六的早起9点要伫殡仪馆的思源厅举行入殓礼拜。对入殓一直到伫个别火化拢是伫殡仪馆无倒当伫教会。伊的新妇、伊的遮个孙拢无信主所以拄仔第一场有来你我会参与，互即个家庭无信的兄弟才会因遮个子女会当认捌上帝透过咱的参与，感受着上帝疼。
所以我鼓励咱的兄弟姊妹吼，若有闲会当分别出来，伫遮来参加，来安慰遮的遗族，嘛建立因对主上帝的即个信心甲认捌。伫迄个拜六的一到2点就会伫顶福莲园伫遮来举行安放礼拜吼。第三组的施圣老师，伊的老爸施洪模兄弟伫5月20早起8点要伫台北的第2殡仪馆至今二厅来举行个别礼拜吼。咱为着遗族来代祷，这是因为伊这是伫树林教会所以由树林教会伫遐来负责伊的这个个别的事项咱中间嘛有几位会去参加咱为着这个家族伫遮来祈祷。咱也恭喜新人甲淑娟因伫5月7有顺利生产得到一个宝贝千金愿主来祝福咱继续为着遮个新生儿来甲因祝福其他的就请咱家己来看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遍。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恁所祈祷来求的，着信是已经得到，就要甲恁成。马可福音10章24节搁一遍。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恁所祈祷来求的，着信是已经得到，就要甲恁成。马可福音10章24节。这是咱来吟祝福的诗，做诗歌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圣诗398首，咱吟诗煞请速度大大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吟全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恩典慈悲，地面上帝受所多，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诚心欢迎甲咱感动，行去咱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同，一时到万世内，一时到万世内。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疼探信心的快乐，通甲所有的兄弟，甲受着无限喜安的人，早甲伫地对即时到万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闭会。
咱个礼拜就到这，愿上帝来祝咱吼，拢有平安，甲咱三同在。